已经过身的国宝级歌戏艺术诞生，伊一世人拢奉献给歌戏，伊正注重这古册戏演出和传承，为了要记录到诞生老师的人生故事和演出的形影。团结中心伫伊在世时阵，对2023年就开始拍纪录片啊，到当中算完成咯。未来这个影片会放上网络顶头，要互愈侪人看到。纪录片当中的歌戏国宝艺术诞生伫2024年逝世，才到92岁。诞生以总修生出名，一生拢奉献给歌戏，真注重古老戏的演出和传承。伊的拿手戏包括《无限杀车》《三百英台》等等。为着要记录伊的歌戏人生，传统艺术中心自2023年开始规划诞生的纪录片，到今年总算完成。希望让大家更认识、更回顾陈老师的一生，而且也更了解歌仔戏在一路上，他在每一个歌仔戏的转变起的这些过程当中，陈老师他所占的关键位置。纪录片内底收录真侪诞生早期珍贵的影片和录像片，甚至也亲身重现大家出三种出世的唱念和脚步手路。纪录片透过专访回顾诞生的一生，嘛对后生艺生还有合作过艺人等等不同角度来看诞生对歌戏的热情和挂念。我回过头来看，我妈妈真的是，我真的很佩服她。佩服她的原因就是她从一个剧团的业务、演出者、管理者，再加上财务，几乎都是一个人全包。就自上阿嬷，但是伊教的时是为什么就拍？伊嘛会等剧本。啊，不过老师教的时阵就是讲，甲别个老师教的无关系，讲别个老师拢是爱看剧本，但是陈老师是免看剧本的，伊的剧本是拢记咧伊的，就是讲咱讲的北来。传统艺术中心表示，为着要甲艺术的形影保留落来，因这几年拢拍拼伫规划以艺术为主角的生命史影像。即届上遗憾的，就是未赴伫咧诞生艺术在生的时，互伊看到纪录片的完成。不过未来影片拍算会放伫咧网络顶，甲这的珍贵影像，互愈侪人看到。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